各位大家平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这个平安哈是基督徒见面的时候的一个问候语。那事实上也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一个最好的礼物。那在传统当中，我们今天晚上称作平安夜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。特别是在今年哈，我相信咱拢经历有真特别的一冬啦哈。伫今年的过程中间，咱因为疫情的影响，所以咱会拄到真侪只个甲过去无同款的冲击。特别即马，我想除了台湾以外，全世界各地拢依然充满了对这疫情真大的影响。所以，这个世代人真正需要真实的平安。这个世代的人真的需要真实的平安。所以，今天我们在平安夜当中，我们要透过音乐，透过读经，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基督降生的真实意义。主耶稣基督降生，是要为着这世间带来真实的平安。所以，咱要用安静的心，我们用安静的心，然后静静的聆听。那我希望这个时候，我们先把我们的手机关静音，让我们在这1个小时当中去思想，什么是真实的平安？主耶稣基督如何带来真实的平安？那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何等感谢你的恩典！你将救主耶稣赏赐给我，我无平安的心会通得到安宁，会通得到平安。所以主啊，伫今暝，阮自己伫你的面前，我们透过听你的话，以及透过音乐来思想主耶稣基督降生真实的意义。主，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每一人的心，将真实的平安赏赐给阮，阮心中充满安宁。点知这世间有真济试炼挑战，但是愿迎接主耶稣基督进入阮的心的时，阮就会当得到真实的平安。恳求主你保守看顾下面这段时间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圣经上帝的话记载在旧约以赛亚书55章第8节跟12节到13节。上主说：“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。你们将欢欢喜喜地离开巴比伦，平平安安地归回故乡。大山小山要高声歌唱，树木要拍手欢呼。长荆棘的地方将有松柏，长棘藜的地方将有番石榴。这是永远的记号，要纪念我上主的作为。”
OK， 好，那感谢大家能够受到这边表演，真的非常荣幸。那我今天会为大家带来的是2种不同的口琴的独奏。那像刚刚为大家带来演奏这个是复音口琴，也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的这种口琴哈。那接下来还会带来跟我的怡珍老师为大家带来半音阶口琴跟钢琴的2重奏。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曲子不免俗，今天是平安夜嘛，所以为大家带来一连串的圣诞组曲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
OK， 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刚刚为大家带来的这些都是复音口琴的独奏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跟义珍老师为大家带来钢琴以及半音阶口琴的演出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曲子《只为了你》，以及为了圣诞节的滑雪橇。谢谢。
以赛亚书，我们请 PPT 的同工帮。从耶西的残干上要抽出嫩芽，有一位新王要从他的后代兴起，上主的灵要降在他身上，他要以正义治理，他要以信实施政，在锡安上帝的圣山上，没有伤害，也没有邪恶，正如海洋充满了水。大地将充满对上主的认识。伫伯利恒的郊外，有各样的人，米是乐营，轮流固守羊群。主的天使向因显现，主的阳光四面照因，因就非常惊吓。总是天使对因讲：毋免惊，我有好消息要报互恁。
这个消息要带来万百姓极大的喜乐。今仔日，伫大必的城内，恁的拯救者主耶稣基督已经出世了。恁会看见一个影，用布包地，倒伫马槽内，迄就是要互恁的记号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军甲天使做伙出现，而了上帝讲：愿荣光归伫至高的上帝，愿和平归互地上伊所欢喜的人。
这个平常呢，大家看到的这个竖琴可能都是这种大型的演奏琴哈。那其实竖琴也有不同的大小。那我今天特别带了一台比较小携带型的，这个是流传在中古世纪游吟诗人他们所弹奏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Ding Dong Merry on High。好，那这两个其实最大不一样就是它们的弦的数，还有大小，还有踏板。大琴呢有这个踏板是要用来换升降记号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最后一首《Joy to the World》。
咱要做伙来看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章的14、16到18节。道正做人踮伫咱中间，充满恩典甲真理。阮有看见伊的荣耀，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。对伊的丰富，咱拢领受恩典，恩上加恩。无人捌看见上帝，只有被心怀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。心。
暝，咱伫遮静静听候，咱也将咱的心拍开，互主耶稣基督降生伫咱的心内。自然而然，咱会将主耶稣基督迄种的平安、迄种的喜乐，放伫咱每一人的心。愿上帝亲自赐福、保守、看顾咱，以及咱所徛起的即个土地，互咱会当真实得到主所赏赐的平安。这个时刻，我要邀请大家起立，咱做伙手牵手，来为着咱本身以及咱的国家、咱所徛起的土地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赏赐阮每一人有活命，互咱会通用阮在生的日子去追求真理，以及生活的意义。主啊，阮将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完全仰望伫主的手中，求主帮助阮，互阮每一人拢会当拍开阮的心灵。欢迎主耶稣基督降生伫阮的心中，将伊所赏赐真实的平安、喜乐充满阮的生命，也当甲其他的人来分享对伊遐来真实的疼甲平安。主啊，阮特别将阮所徛起的即个土地，阮心爱国家台湾，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你亲自赐福、保守、看顾。帮赞这个土地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拢让将这款真实的平安、这款无尽的疼分享出去，来祝福这个土地。愿恳求主你赐福、保守、看顾阮每一人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听当，圣神的感动、夫妻相通，常常甲阮伫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好，咱互相讲哈，圣诞快乐哈！好，愿上帝亲自赐福。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！好，咱今日音乐会到这为止哈，愿上帝亲自赐福、保守、看顾。拿掉才吹得掉。